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科學證據，證明咧聖經係神嘅話語。上次咧我哋睇到咧，神同亞伯拉罕講咧，佢嘅後裔咧好似天上嘅星星同埋海邊嘅沙一樣咁繁多嘅。咁而家天文學家咧講俾我哋聽咧，原來天上嘅星星咧係多到咧嗰個數字咧係1嘅24個方，即係1字後邊都有24個0字嘅。咁呢啲數字咧，多到咧我哋冇法理解嘅嚇。咁證明咗咧，聖經嘅天文學咧聖經唔係一本科學嘅書籍，但係咧佢咧偶爾咧又會將一啲宇宙嘅奧秘咧係講俾我哋聽嘅。咁當佢講啲宇宙奧秘嘅時候咧，我而家知道咧現今嘅科學咧就證明咧係好多地方我哋認識到嘅咧，就知道佢咧係正確嘅。聖經完全係真理嘅。咁我哋而家知道咧，聖經將宇宙嘅行星、海邊嘅塵沙同埋亞伯拉罕嘅後裔嘅數量比較咧係對嘅，因為佢哋咧都係同一個類別，都係多到不能數算嘅。咁出色嘅比較咧同埋超自然嘅洞察力係多麼出色，係多麼嘅令人震驚嚇。咁呢啲經文咧不斷將宇宙嘅星辰海邊嘅沙粒同神嘅應許咧係相連，因為天咧唔止係我哋睇到頭頂上嘅星星，亦都包括廣闊無邊嘅宇宙空間、星系團同埋超級星系團等等。呢啲咧係3500年前咧聖經嘅作者咧係冇可能得知嘅天文事實嚟嘅，除非咧佢哋係得到神嘅啟示。仲未有現代天文學嘅遠古時代呢，喺當時嘅摩西同埋耶利米先知係點可以知道宇宙嘅浩瀚呢？除非佢哋所寫嘅呢係來自神嘅話語。聖經呢唔止係我哋信仰嘅根基，亦都係真理嘅啟示。佢不斷提醒我哋呢，神嘅創造遠超人類嘅想象，而佢嘅話語係值得我哋全心相信嘅。約翰福音17章17節講：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儘管行星嘅數目呢係多到呢令人難以想象，人類至今呢亦都無法正確計算，但甚至最精密嘅估計都遠遠不足㗎。但係聖經呢喺幾千年前呢又講俾我哋聽呢，星星嘅數目呢係有限嘅，係多到數算不到，難以數算，但係呢係有限量咁多嘅，唔係無限量咁多嘅。而且呢，神都完全知曉，喺佢完全掌握之中。呢個唔止係對神創造力嘅讚嘆，亦都係對佢細緻關懷嘅見證。佢知道每一顆星嘅位置同埋名字。咁所以佢亦都可以知道我哋每一個人嘅境況我哋嘅掙扎我哋嘅憂慮我哋嘅喜樂我哋嘅痛苦等等咁樣嘅神唔止係宇宙嘅主宰亦都係人嘅生命嘅保守者。佢嘅全知令人敬畏，佢嘅關懷係令人安慰嘅。以賽亞書40章26節講：你們要向上舉目，看是誰造這萬象，按數目領出他們，一一稱其名，以他的權能和他的大能大力，使他們一個都不缺。詩篇147篇4節亦都咁講，佢話神呢數點星辰嘅數目，甚至呢一一稱其名。呢個唔止表示神呢係知道每顆星嘅位置同數量，更顯明佢呢同受造之物嘅親密關係。佢甚至為呢每一顆星命名。神嘅全知係何等嘅震撼呢？咁接下來嘅一節呢，詩篇147篇5節呢，更強調神嘅偉大。的確，我哋所敬拜嘅神係一位偉大、全能全知嘅神。佢鋪張穹蒼，數點星辰，但係仍然呢顧念我哋渺小嘅人。宇宙嘅浩瀚呢係冇稀釋佢嘅關懷，反而彰顯佢嘅無限榮耀同埋慈愛。詩篇147篇4至5節講：他數點星辰的數目，一一稱他們的名。我們的主本為大，大有能力，他的智慧無法測度。聖經呢唔止話呢講俾我哋聽行星嘅數量係多至無法數算，
佢亦都講俾我哋聽啊，每顆星同其他嘅星都係唔同嘅，每顆星咧都係獨一無二嘅。嗱，我哋用肉眼觀察咧嚇，我哋望上天空咧，我哋可能會感覺到咧星星嘅顏色啊，同埋嗰個亮度咧係啲些微嘅差別嚇，有啲星可能光啲，有啲係暗啲嚇。但係除此之外咧，所有嘅行星啊睇起嚟咧都係大致一樣嘅。但係喺望遠鏡發明之前多個世紀幾千年前咧，聖經已經同我哋講咧一個只有神同埋天使知道嘅真理，就係咧每顆行星嘅大小同埋亮度咧都不一樣嘅。嗱，現代嘅天文學家講俾我哋聽啊，銀河系中咧係有超過1000億嘅火星行星嘅，咁而每個星星咧都係獨一無二嘅。即使通過望遠鏡觀察嘅時候咧，佢哋似乎咧只是一些光點嚇，遠遠望過去一個光點，但係分析佢哋個光譜之後啊，發覺咧每顆星嘅光咧都係獨特嘅，同其他嘅光譜咧係唔同嘅。咁啊，正如咧聖經所講啦，哥林多前書15章41節講：日有日的光輝，月有月的光輝，星有星的光輝，這星和那星的光輝也有區別。好，今日分享到此為止，下次繼續，下次再見，拜拜。